搁再来看到，你敢捌看过奥多麦台专区遮尔啊长？这是桃园中立延平路、环北路、12路口这个奥多麦台专区，拢总有24公尺长，是一般奥多麦停单区的4倍。民众讲毋捌看过，伫咧网络引起大家热烈话。有民众认为讲，一个无细腻可能会去缀到线。有人讲，照这个路口上下班的车流量来看，这个停专区是拄好尔尔。红灯若倒车就乖乖啊停，奇怪，这两个车道中机车一台煞一台排甲遮尔远，等青顶一个道斟酌看，这个停单区也未免伤长啊！都有网友伫进前看到这一幕，又上甲铺文，引起热烈的讨论。有网友忍袂住咧嗨惨讲，这个停单区嘛未免长甲伤悍啊！若是讲对中立无熟，差一丝仔就会缀线违规。内行的人拢出来护航，讲话讲遮的车流量确实是真大。若是拄到上下班时间，这款长度是拄好啊尔。这是真的很好，下班时间真的车子是很多啊。化之后交通又比较好。这个奥多麦的停当区就伫咧中立的延平路到环北路口，记者实地甲测试，非尖峰时间短几秒钟内底，青灯都还未到，停当区就已经满一半，敢若亲像有需要加长的必要。来甲比值看卖，一般的停当区是6公尺长，若这个加长的是有24公尺长，足足是一般的4倍。我们会研议我们会在9月初的时候，在机车停等区的这个靠近汽车的这一端在地面上再加设一个这个机车的 logo。其实这个停当区是6月时阵道路定铺的时阵规划，若是评估成效袂歹，真侪车流量真大的路段，嘛会考虑要对咧做。不过袂少汽车族因烦恼讲，若是临时要变灯号，安尼就会袂付险，安尼是要安怎咧？警方表示讲，只要毋是超工的，拢会当免罚。不过要是要提醒赛车的人，若是缀线去互人检举，可能就会收到900块的罚单。要是爱较细致的才好。记者综合报道。